今次呢，我哋就教大家用呢一個 Cornstar 嘅智慧刨切器做一個西班牙蛋餅。首先呢，我哋用呢一個波浪刀將薯仔連皮切片，然之後呢就換成一個片刀，將番茄同埋洋葱切到薄一薄。下一步呢，我哋再換一個刨絲刀，將啲芝士刨碎佢。然之後呢，我哋將一個碗裡面加入雞蛋、牛奶、鹽、糖同埋黑胡椒粉，撈勻佢，再加埋啲刨咗絲嘅芝士，再撈一次。加啲洋葱入去呢，炒3分鐘，炒到佢軟身，然之後攞起佢，再加一陣薄薄嘅蛋漿，然之後將薯仔、洋葱同埋番茄一層一層咁放上面。我哋放入一個預熱到200度嘅焗爐裡面焗30分鐘，焗到嘅表面金黃色，咁就做好㗎啦。咁容易就做到呢一個西班牙蛋餅啦，嚟到屋企試下啦！